如果咁都配唔上小而美呢個詞嘅話呢，咁呢就冇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配得上噶啦。呢餐6個人，但係呢我唔知道幾多錢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謝江莊園 Theo。冒住滂沱大雨都要去嘅鋪頭呢，一定呢有翻咁上下料到噶。龍鳳食酒屋，距離第一間龍鳳食酒屋開業呢唔夠半年，又喺海月灣開新店啦。幾時呢我先可以好似你咁成功啊？嚴總仲係延續呢一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嘅模式。睇咗下菜單，好似呢又比海珠嗰間多咗唔少菜式啊。天婦羅生蠔用嘅呢應該係乳生蠔，金屬味同礦物味都唔重㗎，係純粹嘅大同埋奶油感。天婦羅嘅麵衣呢非常薄，油膩感唔重，搭配檸檬葉絲、蒜蓉同埋蔥，多咗幾分中餐嘅親切感。同類型嘅呢仲有天婦羅帶子，用嘅呢係背柱相當厚實嘅鋼窯，炸嘅時機把握得呢都幾唔錯，食起身呢硬度呢唔會過高。對比起生蠔，佢呢其實需要更加重少少嘅調味。除咗增加咗天婦羅呢個類別之外呢，仲多加咗燒鳥添。唔單止呢有脆皮手魚、整切去骨手魚、烤雞皮、烤雞髀肉，仲有整切雞生蠔啊！我尤其推薦呢雞髀肉同埋雞生蠔。雞髀肉呢有肉感、有彈性、有汁水，雞皮部分呢都比較厚㗎，食起身呢脆脆地，仲帶住唔錯嘅油脂香添。至於雞生蠔，其實呢冇乜好講㗎，呢塊位於雞腿根部嘅嫩肉呢，一隻雞只有2嚿，都只不過就係全方位呢都比頭先嘅雞髀肉優秀啫嘛。紫蘇金皮旋風蝦。中意食雞皮同埋蝦嘅呢，可以無腦放心衝啊！呢個雞皮嘅量呢，係我食過同類型出品入邊最大㗎啦。蝦肉嘅脆感唔錯，紫蘇風味呢都比較突出。如果雞皮呢可以再烤乾啲呢，就更加好啦。爆汁五花肉，負責爆汁嘅呢係一黃一紅2粒小番茄，微酸嘅汁水呢可以好好咁緩解五花肉帶嚟嘅油膩。如果五花肉再烤乾啲，烤出輕微嘅焦脆感呢，咁兩者嘅衝擊力呢就會更加大啦。燒鳥醬烤豆腐皮同埋鹽烤秋葵，食咗咁多肉之後呢，嚟返啲齋呢都係極好嘅選擇啊！鰻魚一口飯，鵝肝一口飯，三文魚一口飯，和牛一口飯。本質其實就係一嚿冇咗紫菜嘅軍艦壽司，不得不說啦，嚴總呢真係好有洞察力㗎。就因為呢度呢會有比較多嘅寶媽帶小朋友嚟，特登呢調整咗出餐方式，解決咗小朋友唔願意食飯嘅世紀難題啊！呢個飯呢係真係好鬼好食㗎，因此呢我特登試咗下呢度嘅壽司，火炙鵝肝壽司同埋火炙蟹柳壽司。優秀嘅壽司飯呢，真係可以令壽司增色不少啊！我哋呢仲食咗大紅蝦刺身、三文魚腩刺身同埋三文魚刺身。三文魚品質唔錯啊，肉質柔軟，油脂含量呢都幾高㗎。呢度提供嘅呢係山葵醬，而唔係呢嗰啲近到飛起嘅辣根，抵讚啦！龍鳳和牛餅同海珠嗰間唔同啊，呢度嘅和牛餅呢係包裹住麵包糠再去油炸㗎。雖然我明白呢個做法呢唔單止可以做出脆殼，仲可以呢縮短出餐時間。不過呢，我都仲係更加中意之前嗰個版本，可以感受到更加純粹嘅牛肉味，汁水呢都更加多，肉食起身呢都更加柔軟。唔知道之後呢仲會唔會有調整呢？呢餐6個人，但係呢我唔知道幾多錢。有嗰句講句，感謝嚴總邀請，天婦羅同埋燒鳥嘅加入呢，估計會令呢間店更加受歡迎啊！店鋪入邊嘅佈置同氛圍呢都好正㗎，彷彿置身於呢日本當地嘅居酒屋。菜品種類呢都相當豐富㗎，燒鳥、天婦羅、壽司、關東煮、酒肴應有盡有。如果咁都配唔上小而美呢個詞嘅話呢，咁呢就冇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配得上㗎啦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呢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